大昭寺修建图描绘了当时文成公主帮助赤尊公主选址松赞干布，动用汉、藏以及尼泊尔工匠共同建造大昭寺的过程。期间，为了填平地基，还使用了大量的山羊来驮土。山羊在藏语里叫惹，土在藏语里叫萨。后来，因为供奉有各种尊贵的佛像，成为了藏传佛教的朝拜圣地，于是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拉萨，也就是圣城的意思。还有一幅壁画描绘了大昭寺修成后的拉萨全景。大昭寺里面供奉着佛像，四周围绕着的是当时工匠们居住的房屋。当时还有很多溪流环绕着大昭寺，人们需要通过小桥通向其他地方。在洪宫的一组壁画向我们揭示了当年扩建的盛况。在洪宫建造之前，第四桑杰嘉措动用大量僧众为这次扩建祈祷。格鲁派护法班达拉姆在空中刮起黑风，以示祥和。山下的工匠们被按工种类别聚在一起工作。牛皮筏把石料从拉萨河对岸运过来，打磨之后换人工背运。洪宫建造时，僧人们还为此举行了佛事活动，另外还有完工后的庆典图。布达拉宫还举行了展佛来庆祝洪宫扩建完成。人们聚集在周围过起了林卡，还举行了各类体育活动。这类壁画内容常常出现在各类庆典图中。每一座寺庙，它都会绘制这座寺庙的一个建寺的历史和严格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，还是这个寺庙它的这个教法传承。那么在寺庙当中，除了这些最基础的内容之外呢，其实大量的是按照它的信仰体系，按照曼陀罗的一个展开的方式来绘制这个寺庙的壁画内容。它通常跟这个寺庙的结构、这个主配殿的配置和它所供奉的本尊，跟这些是有关的。